ꯌꯨꯝꯁꯤꯗꯒ ꯂꯩꯅꯤꯡꯉꯦ ꯄꯩꯁꯥ ꯄꯥꯏꯔꯒ 시다가 팜마가 yengma nuaineba
Hippaga lay nuai ni sai. Hippadi arai. Tam lai tra. Puthai jung puthai jung jung.后面还有2只更大只的，这2只更大只的呢，它们不是白头翁的，它们是斑鸠。Jura dum lay ba. Use. Hanggang do kung ba. 斑鸠一般都是一只睡的，正常来讲都是一只在屋檐的底下，所以在野外的树枝上非常的不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那这种鸟类叫什么鸟？它的本名叫做白头翁。有听过吧？白头翁这种鸟类呢，它们是属于日行性的鸟类，就是有以前的年代是整块岛屿都在海底下。那怎么知道小球的以前的年代在海底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块。你觉得这一块的形状，它是贝壳还是珊瑚？一般的第一印象都觉得它是贝壳，一般的第一印象都觉得它是贝壳，但是事实上它是珊瑚被切开的样子。Yag ಮಾಡಿ sina mountain chingde chingthrak fresh water thum yaw da fresh water